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是这个劳动部劳动发展署的前分署长谢依荣涉嫌霸凌，各项指控乱用公家钱，检调搜索，而且来约谈到相关的人员。谢依荣从移送到新北地检署来做笔录，已经看袂到进前的气压压了。进前一度传出讲，伊想要请辞出国来陪囡仔，加上伊讲伊并无贪污，检方认为伊恐惊会逃亡，甲消灭掉证据，所以申请到收押禁见。这个收押庭即摆等咧调开。要图利厂商啊，还是觉得很无辜？被捕含取案，规身躯包括目睭皱，经律法署北分署长谢基雄，人看起真忝，头压低低，点点都无讲话。过世的公务员感到抱歉吗？那涉嫌霸凌员工，各方盗工滥赡使用公款，对比一个上台精神饱足、面容留啊杏仁碰皮，代志拖烧半个月过，变变的头鬃白洗洗，昨暝经过4点钟复讯，跳检方收押禁见。跟所有的人致歉。对不起大家。虽然捌落影片回释咧，不过除了霸凌案，谢基雄各方告发滥赡使用公款184万，卖礼不送人含总行豪华办公室，检调张起掠人，兵分22路，搜索调查。包括北分署其他员工含厂商12位被告分别以3万到10万交保。根据了解，谢基雄精神内底无收真值钱，讲话乌龙蛇讨。检方认定伊涉嫌5项罪名，包括侵占公有财不法职务应该法律债务含道理。政府采购法律部分是，互开标发生无正确结果，含借用他人名义投标。检察官认为伊有串证倒盘记录，向法院声押禁见。霸凌的事件揭开了后，敢若知影这笔买会拍袂花，传出谢基雄会请示陪到国外陪伴囡仔。就算这边主要调查是贪污食钱，金价嘛无讲介济，不过就惊伊会走路，检方嘛赶紧收网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